讲到咱台湾的农民是真厉害，这个日本即摆上界种的白草鱼，一斤就要1500块。南投埔里有一个农友叫做陈基华，伊试种成功。隔壁乡国姓乡农会专工带队来取经验，要辅导因国姓在地种草鱼的农民来转型。温色的草鱼内果农真细致咧种基，每一丛拢留2-3粒。这是红色的草鱼，另外一区咧是无共色水。其他的草莓不一样，香又甜。白色金金的果皮，顶面搁一点一点红色精致，规粒看起来亲像像红酸的宝石。这是南投埔里的果农引进日本上界热门的白草鱼，栽培4冬的成果。产量足低，一拍火敢若会生留一粒，再大粒，其他拢无法度摕出来卖。白草鱼一拍火只会当留一粒。对这采收到产期结束，上最是5粒，施肥压水，拢要遵照好势，尤其栽培风糖风滚是挑战。咱有卡网的时阵，伊草莓若有漏水，伊就足够害去的。白草莓散发出甜甜的香气，栽种有成果，连国姓乡拢派员来学习。会将因的技术引进来阮的国姓乡来做这种高品质的草莓这种的栽培。白草鱼是大粒佮香甜，一斤呢都要1500块，比起一般的草鱼是贵大约5倍。要种是真够工，而且要有成果，搁较无简单。白草鱼专家种出这香甜软爱滋味。